提示詞 prompt 就係我哋向 AI 表達我哋嘅要求，係一個指令，命令 AI 去跟從，做出我哋想要嘅嘢出嚟。就好似我哋要求身邊嘅同事做嘢咁，對方唔係我哋肚入面條蟲，我哋需要畫公仔畫出腸，講得詳細啲，對方先至可以做到我哋嘅要求。今日就教大家點樣運用 Revo 提示詞框架，令 AI 瞬間聽得明我哋嘅要求。今日就教大家有關 Revo 提示詞框架。第一 ，R stands for role 角色。一個好嘅提示詞就好似網上見到嘅招聘廣告，寫明角色同年資，等 AI 知道自己要以點樣嘅身份同埋用咩嘢嘅角度完成任務。I stands for instruction 指示命令。當 AI 知道自己嘅身份之後，我哋就要好似上司落命令，交代下屬要做嘅工作，要完成咩嘅任務。V stands for view 輸出視圖。你想 AI 以咩嘅格式展示俾你睇？係以 PDF 定係 Word 嘅格式？ O stands for output 表達觀點。你想 AI 以咩嘅語氣展示出嚟，就要同 AI 講清講楚，等佢知道你嘅要求。T stands for terms 條件約束。條件約束就好似讀書時代做 project 嗰陣，通常都會有啲限制，要我哋包含某啲指定內容，唔可以超過幾多隻字等等。而我哋亦都可以施加一啲特定嘅限制或者要求，叫 AI 去跟從。以下係一啲寫 prompt 嘅範例，都係以 Revo 提示詞框架去寫，但要記得 AI 係死嘅，人係生嘅，並唔係每一次都一定要運用呢個框架。要因應自己嘅情況作加減。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，嘗試運用呢個框架去寫 prompt。之後我亦都會講解唔同嘅 AI 知識同埋工具，大家就唔好錯過啦。